今日咧，我哋公司咧又收到另一間保安公司要求我哋報價，咁即係已經證明呢行咧，保安呢行就好多時就好多公司都係唔夠人。咁另外一個問題咧，點解佢啲公司會要求我哋報價咧？咁相信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我哋喺保安界呢行咧都算比較有少少名氣啦。就佢貨嘅質素都比較 OK 嘅。第二咧，我諗可能價錢問題，或者我哋公司嗰啲員工咧就冇咩點收到人嚟投訴，所以咧就會有不斷啲公司咧就要求你報價。咁當然啦，價錢亦都係一個其中一因素啦。我都希望其他行家報價時咧，冇用價錢太過低而去接盤，如果唔係咧，你接得太過低咧，出唔到錢俾夥計咧，結果咧就話夥計質素會好差，影響自己公司嘅聲譽。所以咧唔係用價錢去爭取個合約，相信要配合其他好多原因服務質素各方面去做生意咧。呢行保安行係一定有得做，至於問題就睇你係點樣做生意。OK。